咱先来看检调侦办超市个凉菜进口技能案，将进行搜查，嘛约谈相关的人员。超市公司的负责人金武桥信后是以2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凉菜的负责人林义良是100万交保，员工林昌汉是30万交保。迄当时中央特产会专员吴俊达是50万交保。也毋过，那被立委拢批评讲，这约谈的战绩伤低咯。拍什么拍了？好烦啊！我澄清一下，既然你不想被拍的话，有什么好澄清的？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检调侦办超市甲凉菜进口技能的案件，只是兵分几路搜查，而且约谈特产会、农业部公务员、超市甲凉菜公司的人员等等。透明复审了后，今仔日透早超市的负责人金武桥以200万交保，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另外，凉菜负责人林义良以代票100万交保，迄当阵的特产会专员吴俊达50万交保，凉菜员工林昌宪30万交保。也若迄当阵的特产会执行长，甲现任的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，迄当阵的特产会家禽组组长龚永泰是请回。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。专案是伫去年，国内鸡卵供应量无够。政府委托超市甲凉菜这两间公司进口巴西的卵甲日本的卵，不过去互在野党的立委质疑涉及图利，违反政府采购法等等的义务，向北检告发迄当阵的农业部长陈吉仲等等相关的官员。不过北检一直到2时才开始搜查甲约谈，嘛引起南北批评。办这个超市案那个力度跟这个柯文哲力度是不一样的。那现在超市案只有查到什么执行长，真的大家最关心的是陈吉仲。他当初有没有图利？约谈了3位官员，而且层级非常的低，所以你不要现在打小球，高高举起。如果连陈吉仲、连林聪贤都没有约谈，我相信签名对北检会有这个非常严厉谴责。任何司法的案件，关键都在证据，而不是政治。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，所以在野党不要一再的对于个别的司法案件下指导棋。吴思瑶强调讲，超市的案件为农业部主管机关、监察院到司法体系，该查就查，该办就办，若有问题一定会彻底调查，尊重检调所有的作为，嘛甲在野党发声，唔通用政治来影响司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